身邊好友 Carrie 同埋 Mickey 都各自組織家庭結婚生仔。曾經好想結婚嘅 Stephy， 呢幾年完全打消念頭，甚至認為結婚唔係人生必須。我覺得冇嘢係一定要咯，即係以前再細啲嘅時候，我都覺得女人梗係一定要生仔結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慢慢大個嘅時候去諗，其實點解咧？即係呢個規定係邊個規定嘅咧？即係點解一定要做呢件事？即係當然啦，我覺得即係我身邊所有朋友好多都結晒婚生咗小朋友，我覺得好戥佢哋開心，佢哋亦都好 enjoy 咗個媽咪咁。咁但係我覺得每個人有佢哋自己唔同嘅路咯，每個人。冇以前嘅阿寶，就冇而家藍天白雲嘅大肚女警，電影空手道打擂台嘅中日混血兒，溝片女士復仇嘅性感殺手。大家都話 Stephy 嘅電影路可以走得更遠。我反而個心情好複雜，我唔知，我仲未消化到呢件事咁究竟我係咪俾人肯定咗咧，或者係咪成功咗咧？咁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其實我反而有諗翻點解大家今次個反應會咁大？係咪我以前嗰啲實在太唔好咧？咁即係我自己有諗過呢件事。事業不斷躍進 ，Stephy 更有意上一層，操刀做導演，拍一部關於排球嘅勵志故事。就算佢明知運動題材電影從來都唔易拍。排球我好想拍咯，但係即係我知道運動題材好難拍嘅，同埋即係你排球你唔同紀錄片啊嘛，你紀錄片可以即係就咁影我哋比賽啊，我哋嘅心路歷程啊，但係你運動片你始終需要一條 storyline 好強嘅 storyline， 即係點解我要拍呢套戲？我要俾觀眾得着啲乜嘢？即係我覺得，如果我作為導演，我要負呢個責任。佢仲話電影意外正準備將內地生產嘅自家時裝品牌滲入運動元素推出，已經有唔少嘅工作計劃喺手㗎啦。